家好，歡迎收睇 LUA Channel 嘅會長訪問節目，我係你哋嘅主持 Vincent。今日好高興能夠請到保協會長 Teresa 嚟到呢度，等我哋知道更多保協同埋保險嘅行內事。Teresa 你好啊 ，Vincent 你好啊，大家好。咁啊喺經歷新冠疫情過後咧，其實大眾對醫療保障嘅需求咧與日俱增，而我亦不時俾朋友問到，係咪應該要買一啲全數賠償嘅醫療保險計劃？佢哋認為有關保險咧唔單止可以提供到全面嘅保障，而且應對持續上升嘅醫療成本。到底實情又係咪咁樣嘅呢？嗱，根據市場嘅數據顯示啊，我哋香港平均醫療嘅通脹已經由2022年嘅7.53%上升至2023年嘅8.27%。而一般嘅癌症治療為例啊，手術同埋後續嘅治療費用其實真係閒閒地數十萬元計。面對咁龐大嘅醫療開支，病人往往要同時承受經濟同埋心理嘅雙重壓力，咁樣無疑會影響嗰個康復嘅進程。全數賠償嘅醫療保險正好回應到市民嘅需求。呢類嘅保險計劃不設分項賠償限額，只要符合保單條款裡面嘅醫療開支，保險公司都會全額支付。呢種保障嘅模式能夠讓病人更加專注於治療同埋康復，唔需要過分擔心費用嘅問題。喺面對疾病嘅時候，能夠更鬆容咁作出治療嘅決定。然而全數賠償並非等同於毫無限制喎。保險公司喺審批嗰個索償嘅時候，會考慮兩個重要嘅原則，就係慣常及合理嘅醫療所需費用。前者係確保治療必須係醫療上必須嘅，後者就要求費用需符合市場一般嘅水平。呢啲嘅原則嘅設立目的係確保醫療嘅資源能夠合理運用，同時能夠維持保險計劃嘅可持續性。咁 Teresa 選擇全數賠償醫療保險嘅時候，應該注意咩關鍵因素呢？首先咧就要了解保單當中關於合理及慣常嘅醫療所需同埋費用嘅具體定義。其次咧就係要清楚掌握保單裡面嘅不保事項。此外，仲要留意計劃嘅整體保障限額、涵蓋嘅醫療項目範圍，以及適用嘅醫院網絡等等重要嘅細節。呢啲咧都係可以確保嗰個保障嚟到可以切合個人需要嘅重要考慮因素。值得一提嘅就係市場上嘅保險公司普遍都係設有個自付費嘅機制，能夠讓更多嘅市民能夠負擔全數賠償嘅保障。投保人可以根據個人經濟能力選擇合適嘅自付費金額，藉此降低保費支出。呢種靈活嘅安排唔單止可以讓到保障變得更加親民，更加為已經有基本醫療保障嘅人士提供一個理想嘅補充方案。冇錯啊！近年嚟，本港嘅醫療環境經歷咗重大變化，面對費用持續上升嘅趨勢，全數賠償醫療保險嘅價值更為重要。呢類保險產品唔單止為受保人提供財務保障，更加令病人面對健康問題嘅時候得到全面嘅支持。好多謝 Teresa 今日同我哋嘅分享最新嘅行業狀況。如果大家想獲得更多資訊，記得關注我哋 LUA Channel 保協頻道，我哋將會有更多嘅行業最新消息同資訊分享俾大家。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